宜兰东山乡东山路一段和安中路口，去年有学生去互沙石车搞死。外界认为，因为路口有一间加油站，当火车加油了后，就直接从红灯驶入大高线，才会发生车祸。家属就要求加油站的动线就要改变。对，没有。大货车加油了，驶入加油站了后，为避免甲大高线主线的车前道甲连拢红灯通过，这被认为是去年1月一个行斑马线女学生互沙石车肇事的主因。家属出面控诉问题，到即摆也无解决。阮的厝是远拢伫遐，阮若紧来要过吼，伊一个车人看阮这边车顶，伊就拢撞出来。家属指出，因住伫加油站对面，代志发生到即马年外，公部门也会勘真济摆，也是同样看到大车拢红灯，即马已经开学，就惊有代志发生。县政府表示，加油站会勘了后，已经有强势改善，未来会阁办会勘，确定加油站是毋是按照强势来做，佮要求警方加强执法。是很遗憾的，已经过了1年，但我们这民众跟家属的反应，似乎这一个部分。加油站的业者针对宜兰县政府对他的会议决议，并没有严格遵守。我们会责请相关单位再办理现勘，以确认说是不是相关的出入口都按照过去的这个改善的这个内容去做执行。另外，直到下晡2点，宜兰市一台拖班车为阳明之路被正环后车道，因为内轮差无设置对着一个学生囡仔骑脚踏车，好佳在就脚受伤，无生命危险。那警消获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救治。并在现场对双方驾驶实施吐气酒测，均没有酒精反应。宜兰县部分路口交通量大，动线复杂，事故发生频率高。议长丁成德30日宜兰市中山路到旧城南路口办理会勘，希望改善这路口的号志，避免车流真多。要求公部门更加积极，避免遗憾代志发生。记者综合报道。